我有一位朋友唔舒服，原本以為佢係普通胃痛，點知醫生話佢係胰臟炎。嗰一刻我先醒覺，原來我哋平時嘅生活真係日日喺度逼緊自己嘅胰臟破產，係我哋身體入邊最勤力，但係最沉重嘅打工人。佢一世人只係幫我哋做一件事，係控制血糖。如果你想呢間工廠幫你開足成世工，你起碼要俾翻4樣嘢佢。第一係穩定嘅電力，胰臟最驚血糖，好似過山車咁。我哋平時朝早唔食，下晝求其，收工最大餐啤酒燒烤，對胰臟嚟講呢啲唔係享受，係停咗一日電之後，半夜突然全場瘋狂咁加班，真係會爆㗎。第二係幫佢着翻件避彈衣，西蘭花、藍莓、三文魚呢啲 Omega 3係可以幫器官修復。一間工廠如果機械壞咗冇人執，再好嘅招牌都會倒閉。第三係規律嘅接拍，唔好凌晨2點仲叫佢處理宵夜嘅訂單。你以為捱夜就只係攰，其實全身器官都陪緊你無償咁加班，佢哋真係會心淡。第四係全肌肉，肌肉係最大嘅血糖處理廠，肌肉越多，胰臟就越輕鬆。呢份投資係絕對穩賺㗎，但現實係，我哋日日都用呢幾樣嘢嚟摧毀佢。第一係酒精，令佢自我消化，即係自己食自己，諗下都覺得恐怖。第二係油炸嘅嘢，要佢同時搞脂肪同埋血糖，一個人做2份工，遲早會攰到癱咗。第三係暴飲暴食，突然塞100份 order 俾佢，工廠唔冧就奇。第四慢性壓力，長期焦慮產生嘅皮質醇，逼你嘅胰臟開雙倍速度。聽醫生講完，每10個人就有1個人有糖尿，越嚟越後生。其實我哋唔係食壞咗個身體，係我哋嘅生活節奏整壞咗個健康。控制血糖唔係要你同食物打仗，係要學識同自己嘅器官合作共贏。畢竟我哋冇第2個胰臟可以換。如果你都想你嘅胰臟健康啲，留言胰臟或者私信我，分享一啲心得俾你，記得分享俾你身邊成日捱夜同埋食宵夜嘅朋友啦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